南哥，我想去越南咧玩一個星期喎，兩個城市點安排？最建議下胡志明加峴港。首先第一個啦，落地胡志明2晚唔使講嘢，老規矩都係夜生活，感受翻咧呢個泛老街嘅激情啦，亦都要體驗翻日本街嘅美食。咁第2晚咧，我哋咧亦都可以安排翻啦81樓空中咖啡廳，俯望咧成個越南啦嘅整體嘅全景，亦都可以去翻一啲特色嘅 rooftop bar， 可以識翻啲咧唔同國籍嘅小姐姐傾下偈，學下唔同嘅外語。當然啦，第3日啦，我哋咧玩到攰攰地，飛去峴港感受個休閒度假。峴港唔使講，世界10大沙灘，安排翻最頂級嘅海邊5星級酒店啦，hea 住咁樣嘆住杯咖啡，食一食咧最頂級嘅法國浪漫晚餐。跟住我哋咧亦都可以咧去埋呢個會安古鎮啦，睇翻咧300年前我哋啲廣東第一代移民去到越南咧，呢個會安古鎮咧係點樣做餐？最後肯定留翻日啦，感受一下咧呢個人情態度。咁我哋整體成條路線咧，貫穿係越南嘅動與靜，高端玩法同埋低端休閒，全面咧都可以按照大家去設計嘅。